王先生，请换道服。哎，李会长，吴董，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啊？我看今天怎么安排这么多黑带教练跟他比试啊？吴董，这位呢是曹队长介绍过来的，来应聘我们道馆的顶级教练。我们现在是在进行考核。哦，老曹介绍来的。这小伙子是老曹介绍来的，这么年轻就应聘道馆的顶级教练。张总，老曹是那种特别刚猛的打法。对，老曹以前是这个特种兵，确实是很厉害，非常优秀的警察。是啊，咱们韩拳道联盟在东南曼城的分会，最近几年办得有声有色，树大招风嘛，被踢馆是免不了的，就缺这么一个高手坐镇。之前一直报警找曹队，不过咱毕竟是个武道馆。有道理，生意人。哪有？吴董见笑了。吴董什么时候再给咱盖栋楼呗？你太过分了！韩拳道黑带4段，李峰，请多指教。李峰，你怎么连最基本的礼仪都忘了？心浮气躁还怎么积极啊？你小心一点，这人我在办公室试了一下身手，很灵活，擅长游动，力量也很大，不过要远距离发劲。你等下要贴缠上去，用摔法，或许能取胜。知道了，会长。文君，你等一下。哇塞，裤子带风向，腿力有境界。全属目击如剑，法度全凭一寸丹，全从口出。他喊了句什么？他这形意打法，全从口出。笑息全凭后足蹬，一棒赶越，无放松。喂，你打人还是喷人呐？边打边学。你等下要贴缠上去，用摔法，或许能取胜。哇！